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海军退役少将孙海德等人接受中国的资金发展组织予以国安法起诉。今仔3号判无罪，学者指出讲，咱的国安法有真侪空隙。基金医疗用要放弃，卫生福利部提出病床调度等办法。基金医学会是认为执行真困难，有立委嘛批评卫福部无能。托尼基的穆斯林总统埃尔多安甲酒税提悬70%，造成苏联的戒酒是真事件。严格说出现戒酒，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亡。来看海军退役少将孙海德、作家祝康明，有高雄市退伍军人协会理事长刘万礼，有邀请龟仔类的小妹龟仔弟4个人接受中国的资金，替中国发展组织，嘛予以国安法起诉。严格高等法院的高雄分院暂时判因拢无罪。陆委会主委邱水正是表示讲，中共一直拢有渗透。有学者嘛指出讲，这案是判无罪，这显示讲咱国的国安法阁有真侪空隙。海军退役少将孙海德、作家祝康明、高雄市退伍军人协会理事长刘万礼，也有邀请龟仔类的小妹龟仔弟4个人牵连到中国间谍案，互指控受中国资金发展组织，可退役的将领接受交代，违反国安法等罪，互检方起诉。不过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4判决，全部判无罪，专案有缘会当上诉。不过已经引起各界讨论。中共这个统一台湾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对台渗透分化这些作为有一直存在我们也希望司法机关勿枉勿纵，查办到底。到底安排招待出去旅游，这些钱、这些资源谁买单的？那进行什么样的政治工作，被交付了什么样的任务？补强证据之后，我想这个案子目前都还在程序当中。应该是跟着证据来办案。那如果没有证据，然后只是用你必须要有国安意识，就随便入人于罪了吗？邱水正强调讲，中国的渗透一直存在。立委指出，检方必须要提出证据，证明孙海德等人交替退役的将领的资金来自中国的党政军。对法官认为讲，无法度举证资金来源来自中国。有学者表示，中国间谍案无罪判决，反映国安法把空，也参像咧鼓励更较侪体众帮中国做代志。可是这样就会激励其他们目前在台湾的这些在地协力者跟这些共谍，他们都再去拉其他人加入的时候，就说你看这样连法律都说没问题。另外，联电的创办人周兴成牵连到桃色的风波，指控媒体人谢汉兵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国国安部。伊的部分相片和合成变作，就是国安部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出1000万来找线索，要找出伫台湾的中国组织。邱水正回应讲，针对境外敌对势力，在地协力者会全力查处，也呼吁各人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立法院的新会期，今仔开议，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去立法院施政报告。虽然国民党的立委抵制，严格伫院长韩国瑜的主导，嘛互杜英泰会当顺利上台去报告。伊针对人口对策、打砸、反毒、无价来提出解决的办法。另外，总预算安怎阁还未解决，行政院办事敢阁会提出复议。杜英泰只强调讲，伊会来提出合法合宪的救济。行政院长杜英泰上台就和国民党立委提标语化口号反对，民进党立委赶紧反制，话讲要开会理性监督，场面正混乱。立法院长韩国瑜请杜英泰先登记坐会，向立法委员叫因冷静，维持现场的秩序。我们立法院展示立法院的风度，好，请坐。我们坐下来之后，大家把秩序维持，我再会请卓院长上台报告。反对行动无到10分钟就结束，杜英泰顺利就台做施政报告，强调国内有5大级别的问题要解决，包括人口对策、打击诈骗贩毒、人才人力平稳不价，也有能源转型。我们会精准掌握国际原物料情势及国内民生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形，严格的查办垄断、囤积、哄抬等情势，确保物资供应无虞以及民生物价的平稳。
在民生政治部分，杜英台也讲到，0到6个国家最低期2.0，长照3.0，扩大推展短期整合照顾服务，促进健保永续等10大健康台湾的新制度。不过总预算案也未解决，外界有估行政院提复议的时间点，可能是伫咧27行政议会。邀请多位的公法学者、财政学者也还在研究如何来行使这个合法合宪的救济程序。那么一旦程序我们认定完成之后，我们将依序来完成。统一不义是补救，总是这样唯一的路。共党评价时代力量、欧巴桑联名等5个小党，伫立法院外口化会，希望行政院赶紧提出总预算复议案，也要求南北应该支持，才能合法的补救总预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罢免条传销，内政部按什么修订政治现金法？未来罢免案的领衔人、各被罢免人会当来接受政治现金来装相关的经费。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目前草案已经送行政院在讨论，卖来评估境外势力的影响哦。这届罢免敢有法度来适用呢？内政部是表示讲，拢尊重立法院审议的结果。全台湾当日大罢免，不过即卖规范之下，干那政党会当收政治现金。即卖内政部研究修法，要整理罢免案提起的领衔人甲被罢免人，会当伫第2阶段连续开始收政治现金。所以现在行政院正在召集，包括内政部选委会、陆委会，还有监察院所以政治现金法呢，大概有修30多条。那在里面呢，我们会根据现在社会上对于很多政治现金上面不同的想法，有没有进步修改的空间，会持续努力。根据政治现金法，违反规定收，会按照收的金额处2倍罚款。若那违法得到的政治现金，也会全部没收。罢免团体是呼吁加速修法。不过，敢有适用伫目前当日进行的罢免行动？内政部干那表示，草案已经送入去行政院审查。民主的一部分，我也认为应该也有可以相关的法律来管制、来制约。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可以操作的这个模式。第二立委对修法是赞同，认为罢免方或者是被罢免方权利义务应该平衡。避免无对称的战争。原来民众党是搁再重新强调连续加严的重要性。相对我们罢免方来说，被罢免方来说呢，那这个在被罢免的时候呢，那到底能不能使用政治现金？这个也是一个灰色地带，法律根本没有做规定。我个人是赞成。好，那当然就是说内政部我们也希望说它可以研议，就是说让这个罢免的开销可以有合法的申报。内政部啊，在处理有关于相关的机制的时候，对联署程序啊加严这件事情，怎么样避免政党操装假名册？这件事情我们不是早就说了吗？一个堂堂的主管机关，可以掩耳盗铃到这样的程度啊！内政部提起修法的方向，也会针对政治现金，敢有牵涉到中资进行评估。刘委会是呼吁，目前咱国的反渗透法拢有明确的规定，那如有团体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委托或者是资助，违反规定，拢会积极查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家的选举因为转票的方式拢产生未接无效的票，嘛引起争议。有监察委员是认为讲，目前咱选举转票的认定标准上过零落，有作弊的空间哦。2002年马祖地方公职的选举，就出现真侪有做记号的票，地方法院嘛认定讲违法，监察院嘛建议中选会就要来检讨相关的规定。选举投票是民主制度的根本。不过有马祖的民众向监察院申请，伊讲2022年连江县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出现大量的记号票，也就是无当伫正确的位的选票，全部都是盖在那个号次栏上面哈。一般来说，我们投票的话，我们会觉得这种投法很奇怪。盖在相片栏上面的哈，也有他们认为说，假如可以看得出来是哪一个，他比较偏向哪一个。可以分得出来，他们也算有效票。不过，当伫编号迄个相片或者是名的迄个，只要会当辨识是选什么人的规定，拢互认定做是有效的票。不过，监委认为讲，中选会依持从民国69年以来的标准，规定了伤零，甚至互有心人士有毁损甲作秀的空间，建议爱检讨甲调整。马祖当时说，你家这个15票呢，都要盖在某候选人的
左耳朵上，不然你就会完蛋。牵扯的不只是贿选，还有暴力威胁。一个进步的公民社会，还能够容忍中选会这样宽松的有效票认定吗？不良意图的人有这么容易上下手其手？所以我们北院建议就是说，我们在性质选票的时候，可以在圈选栏边线加粗，或者用明显的颜色加注警语。圈选于圈选栏外，应为无效票。针对这点，中选会回应讲，选务拢依法办理。针对各界无同款的声音，选务机关会综合无同的意见，就法令的规定甲可行性等等来检讨。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最近有真侪病院反映讲，急诊的人是已经量要放了。卫生福利部暂时提出病床调度等3大办法，也毋过医界个护理界是批评讲，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护理的人员卡手无够。早起有立委嘛开记者会批评卫生福利部无能，传出讲有重症患者奉送到100公里外远的病院去治疗，嘛讲这嘛毋是个案。有一个护理师顶一日伫网络顶铺文指出，有一个重症的患者去南部成大病院挂急诊，因为家护病房满床，病院连续几间病院拢无法度收，最后伊去互送去100公里远的成大附设病院斗六分院。最后，这个患者因为败血症不幸过往。针对这点，有立委批评讲，这款的事件并不是个案，是医疗体系渐渐崩盘的警讯。拖8个小时才动刀，这是台湾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并没有所谓的 delay。其实，不管是转出的医院或接收的医院，其实都在积极处理这个病人。虽然卫福部24提出病床调度等3大策略，甲2大解决的方向，希望会当消透急诊人塌塌甜的情形，也有家护病房满床的危机。不过，个护理师工会讲，关键是伫咧护理师的卡手无够，所以无法度提供病床。医界嘛认为讲，卫福部所讲的调床的机制执行有困难，根本是讲的尔。症结真的是在护理人员的不足，那人员不足，医院的床开不出来，急诊的病人住不进去，那只好塞在急诊。其实这些问题早就都已经存在很久，而这一些政府所说的改善的方向，也已经是现在就已经有在做的事情。根据护理师工会全联会上新的统计，到113年年底为止，全台湾护理师有职业登记的人数是19万3000多人。病院护理人员总离职率有要到13%，欠人的比率差不多是6.5%。为护理工课场的人数分布来看，护理师去诊所食头路的比例上济，过来是长照机构。所以，医界呼吁政府应该改善护理人员薪水的结构，提升急重症健保点等等的措施，才会当让护理人员愿意留落来，或者是搁转来做。公视新闻台北报道。过年前开始病院急诊的病人就塌塌甜，过年后是愈严重。急诊的病人爱等几啊天，才有病房通住院。第前以来，护理人员流失是真严重，卡手无够问题嘛，一直都无法度解决。台湾急诊医学会就发出化救人的声明。今仔日解破新闻，咱特别请一安来为咱分析讲，咱台湾的急诊医疗目前是拄着什么问题？解破新闻，我是一安。今解破新闻，继续来看这流感疫情，即马是继续咧传，诺罗病毒嘛开始咧流行，去领着甲寒着的人侪嘛造成讲，即马全国大小小病院，这急诊人是塌塌甜。虽然讲这卫福部长是已经赶紧来开会，讨论出短期的3大对策，来呼应台湾急诊医学会建议。其中就包括提高急诊的病床分配比例，佮加强大众这分级医疗的观念。不过，这医学会嘛提醒讲，会造成目前这医疗的问题，上主要原因，毋是讲这轻症类流感、诺罗病毒，这轻症的人受过济，颠倒是长期以来拢咧欠病床，佮欠医护人员。这问题若是佮长期以来拢无解决，恐惊着愈来愈多护理人员的离职。这台湾的医疗系统嘛，总有一天恐惊对方。另外一方面来讲，根据这护理师工会统计，都会发现讲，这护理人才离职都到15%，是甘愿转道去卖厝、卖保险做中人。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就是讲，咱台湾对护理师的工课待遇是一直拢无改善。继续来看一份这招财网站的调查。
普遍认为讲，这护理师离职原因第一名就是薪水低，受到75%，过来就是薪水加收慢、加收少，嘛有超过60%，过来护病比例悬，到病医甚至是讲一个人上济就要顾到20个病人。这护理师咧欠人，一个人就要做几啊人份的工课过劳欠下手。平均呢，这护理师对家己工课满意度嘛，干那只有46.7%安尼尔。这就在网站顶悬要招护理师的课，都超过1万个，到单是招不满。所以伫咧嘛爱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爱珍惜咱的医疗资源。小病是有社区的病院甲诊所会上先看，莫直接就走来大病院。加强咱医疗分级的观念，一步一步，互咱的医疗系统迈当愈来愈进步。以上就是今日解剖新闻，从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一安哦，咱继续来关心高检署的检察官黄金秋，防指控讲，伫2022年，甲真侪警官去800会馆接受洗钱案相关的交代。黄金秋嘛，互认定讲违反检察官伦理规范。今仔这部法庭宣判免除伊的检察官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黄金秋嘛表示讲，伊一定会去上诉。北京学校演讲教导法治教育。验过高检署检察官黄金秋表示危机风波，被指出出入地下会对业者郭铁面等人所开的800会馆私人招待所，案件经过庭界法院审理，立个判决出来，判黄金秋免除检察官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被捕惩戒人轻忽放任及事后意图掩饰等不诚实行为，已经严重损害检察官职位荣誉、尊严。以及社会对于检察官的公正信心，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800会馆事件闹甲正大，牵涉出真侪检警涉案。黄金秋被认定无偿接受交代，参加参与活动，无现证查证的义务。因故伊亲自到庭听审时阵，对判决的结果表示无奈甲遗憾。我们当然就是会依法去上诉，也感到无奈嘛，跟偏颇嘛，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完全不看证据的一个判决。黄金秋回应讲，伊从来无去过800会馆，只有甲警察同仁捌伫咧有营业登记证的地下室 KTV 唱歌。批评法官只敢采信单方面的讲法，就做出判决，伊一定会上诉。因若郭铁面涉及洗钱的案件，目前是交保。按算伫咧5月底的宣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经济部按算7月初一要开放台电会当卖集团的电力，头一批是有16亿6千度，其中有3成的绿电，一批至少就要卖8万度起跳，上侪是袂当卖超过1亿度，一度电是卖6块3。也毋过哦，再生能源工会是真烦恼讲，这影响到市场，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个评估，毋通随着推动。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买无绿电的困扰，经济部推动集团电力 RE30的电力分层制度，互台电按算伫7月初一开始卖。国际整个的需求，它必须要真正的有一个利润的平衡，这样是一个30%的、70%的国际市场上可不能认可，我不知道。台电要卖的话，价格是不是可以要考量中小企业的成本啊？这个集团电力 RE30是规定用户买100万度的 RE30集团电来举例，就会需要30万度的绿电。若准用户已经向民间买25万度的电，台电干那会补充5万度。目前 RE30的绿电价销每一度大约6.3块。比市场的行情较悬，暂定7月份推出，头一批会卖16.6亿度。台电的 RE30是甲离岸风电、太阳能等绿电以3比7的比例含普电揽做伙，也就是讲1亿度的集团电有3成是无碳绿能。台电做这件事情没有减少碳排 ，RE30参加的人打了3折，那你的碳排的义务要谁去承担？再生能源工会对外声明表示，RE30电力分层有3个顾虑，除了违背台电销售一般电力用户环境效益分配公平性的原则，也冲击到离岸风电发展和破坏绿电市场的机制，呼吁政府较慢推动的。现在台电的 RE30出来，它其实对于说民间业者在过往的累积不公平的对待，现在在定价的时候就已经有稍微参考到市场的价值。
那我们其实不会低于市场价值，所以不会因为台电的绿电去影响到我们所谓的业者它相关的一些绿电的销售。经济部表示，产业绿电需求继续增加，透过RE30的商品，会当注入绿电，稳定绿电市场供给和需求。不过，台电的RE30绿电计数是比市场的行情较贵，企业敢会买，有待来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最近菜市成长有较稳定，产地菜价嘛过会落。分林某西的果菜市场平均1公斤的大麦价只剩18.6块尔，创下最近一档的新高。尤其是高丽菜，还有山东白啊，1公斤5块尔。农民讲已经是了钱在卖咯。本地农民无因采收起做高丽菜，但近期受到气候稳定和本地高丽菜产量增等因素，以西的果菜市场来讲，高丽菜1公斤敢剩5块。农民若无参与去做补价收购，差不多拢是赔本进值。你若俗来无人买，就够爽呢。你本钱呢？铁木仔钱呢？药仔钱，还用个工钱呢？都足多差歹算。拢买好遐？算唔知卖好，一个这算足俗的，做世人安尼做安拢了本。而每公斤剩5块，还有包心白啊。中华道农民为着济少会当回收进值成本，规开放5分地包心白啊菜园。每日条1公斤重的包心白啊只要10块，按算开放到26号就全部被筛掉。开放给人家采白菜啊，1颗10元，就觉得很好玩啊，所以就来体验一下。菜也不会浪费掉啦，不然放着也是烂掉啊。对啊，想讲加起来，赚一点吃饭的钱啦。收到血本无归吼，伤忝，人也无爱，含工钱都叫有人好收，人就会直接甲放掉做堆货啦。西果菜市场表示，目前高丽菜和包心白啊，每公斤5块已经是上价计数，嘛陆续农民已经去收。而近期因为产地蔬菜交货量济，西果菜市场24号平均的菜价拉到18.6块，是这1年来上价。公司新闻王伟雄、文林综合报道。来看机场坐运站饭店准备要拆油漆，在进行工程机械吊挂作业的时发生意外。加在伫5点44分，头一班车要发车进前就修理好势咯。所以今仔早起的班次是有淡薄调整，有4台的列车，380个旅客受到影响。坐运的车帮来去，旅客正常上落车。机场坐运2个饭店过点外时阵，传出有工程车伫 A15 大园站。伫拆油漆，还佫有吊挂工程机具的时阵，哪像重心走去，地属车链、凸链器无伫轨道顶悬。伫头一班车发车进前已经有修理好势，不过透早车帮的时间要是有小可调整。早上是从哪里来？新北产业园区。对，有受到捷运延误影响吗？没有蛮顺畅的。左营高铁到桃园。对。那搭机捷的时候有受到影响吗？运气比较好，刚好就是搭到第一班，就它恢复通车之后第一班。桃园捷运公司表示，为了配合尖峰时段人丁疏运，日头的车为头一班开始，往台北的方向调整做每一站拢会停车。普通车发车的时间冇调整。8点12分已经恢复一般营运的模式。针对这届车帮班分的进行，造成旅客不便，是感觉真实的。营运开始后，直达车配合尖峰时间人潮疏运，往台北方向站停靠，在8点12分的时候已恢复一般营运模式。伫车无咧驶的时阵，做吊挂的工程，因为咧吊的时阵重心走去，地属车链、凸链器无伫轨道顶悬。详细原因，桃园捷运公司要咧调查。目前全线列车拢照时间表咧驶。这个事件拢总影响4台车，满分上班是15分，差不多有380个旅客受到影响。公司新闻桃园报道。来看，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透早苗栗的大河出现本岛平地上低温只有9.6度。你是因为冷气团减弱，各地有较烧热。气象署嘛预测讲，228连续假期南部会到28度。今年继强是有13波的大陆冷气团，平均温度是2000年以来第2冷的。气象署嘛表示讲，今年春天的温度应该算是正常。树尾结霜，弯弯曲曲的山路是白苍苍。太平山2月初低温急冻，又搁变做白雪的世界，吸引真侪游客。回顾冬季，继强有13波大陆冷气团以上等级的空气影响台湾。其中有3波寒流，那台北站低温14度以下的日子是9年以来上济。展望后一季，反声音现象渐渐减弱，
3月到5月气温接近正常的数据。气温的预测是以正常为主，但是5月份有正常到偏暖的讯号。那雨量的话，预测是以正常到偏少这样子的几率最高。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因为5月份已经进入到梅雨季哈，那梅雨季的变数会比较多一些。雨量的部分，顶一季当季全台湾降雨日是1951年以来的第4少，刷落来3月到4月，雨量正常偏少的几率真悬。5月黄霜雨，阁有无确定性。气象署提醒讲，春季有关是降雨较少的季节，用水爱较杂的。然后，这礼拜天气渐渐回暖，拜3、拜4华南分雨系刷入来，中部以北甲东半部地区有一寡短暂雨。拜5开始，甘那村东南部的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小块雨。到假期的时候，整个高温预测最暖和的还是在南部，大约有28、29度的高温，然后中部以北和台东有25、26度的高温，甚至到下到锋面来临之前，下星期1的温度会更明显的暖。气象署提醒讲，气温回暖的时，偶有低云、大雾的情形，连续假期出外要特别注意交通敢有受影响。然后后礼拜2开始，会阁有冷空气报道，时到温度会降加真有感觉。春天的天气系统变化较紧，请民众随时注意上新的天气预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按说要伫3月初4对墨西哥、佮有加拿大来进行新一波的关税政策，敢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出口咧？有专家是指出讲，半导体要扣税是真复杂，美国政府应该是袂凊彩就实施，所以对台湾影响无大。美国主要是想要透过关税的谈判，甲其他国家做伙来对抗中国。美国总统川普上任，新的关税政策充满无确定性，互市场的消费者脚步放慢，走向观察。25台股开价，早盘开出23376点，了后捌落超过300点。市场对半导体态度嘛转冷，台积电开盘是1060块，包中上价了加1050块，拢总落25块。各界拢真关注美国对台湾后一波机动。因为我们是去收集情报啊，所以对谈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顾问啊，行政上面的这些认识的这些官员。经济部派团队收集证据。另外，智库大经院嘛发布国内2月份景气的调查，对外贸易的部分，虽然1月份工作时数比去年同期较少，不过新型科技的需求大，出口年增率为9.2%降低到4.4%。另外，制造业持续有起，比顶个月增加0.82点至98点，创下6个月以来的高点。那么也就是说，因为台积电它的目前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半导体，它有独特的一个产业地位，还是会持续的囊括全球那么多数重量级客户的一个大单。棘手的其实还是在于救援 Intel 的这个议题。专家分析，台湾半导体产业未烦恼对顶关税的问题，亲像台积电晶片或者是 AI 服务器，若甲美国代工，落尾手成本也是会伫美国企业的分数顶。爱关注的是市场当咧讨论的，台积电抢救 Intel， 也佮有川普3月初4按算对墨西哥甲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政策。我是觉得不太会克。那你更可以看到，现在川普就是给你一段时间，然后又同时要求，比如说他最近要求墨西哥，对中国课关税，也就是说由川普带头，然后同时会要求他的联盟共同对抗中国。专家分析，半导体扣税问题真复杂，美国政府未向公道来实施。另外，经济部主计总处按算2月会公布上新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去美国投资的台湾厂若济，可能嘛会产生影响。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精神健康基金会公布去年全国社会10大新闻事件，幼儿园的教保员性侵囡仔，劳动部的公务员行底路，甲一寡长照的悲剧，拢引起社会真侪关心哦。有精神科医师是呼吁讲，政府应该爱愈重视大众的精神健康的问题。幼稚园园长因后生涉嫌共性侵、甲偷袭囡仔，引起社会批评。一审封判28年，显示儿童保护机制有重大漏洞。精神健康基金会公布2024年全国10大社会新闻事件，那一个姓某的教保员有伫名单内底。去年11月份，39岁公务员伫劳动部办公室行底路，同款嘛引起全国的关注。
袂输是工课场版的 Me Too 运动，搁再起鼓，互工课场文化改革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怎么样设计一个适当的反应制度？然后呢，这是权利跟义务要怎么对等？那这个申诉的管道怎么建立？那我们怎么重视互相的尊重？作家轻瑶伫淡水的出人自杀，互社会重视社会人的精神压力甲心理健康。死亡袂阁是近期的话题，因为当朝的悲剧嘛一直伫咧社会发生。去年有一个32岁查甫人，若像照顾失智症的老爸压力真大，伊甲伊73岁老爸车落山坎，这嘛更是政府都要积极来因应失智当朝的问题。照顾者呢，研究发现有50%以上是会有忧郁、焦虑、失眠，所以代表他们都承受了相当大压力。他们需要学习照顾技巧跟有喘息的时间。儿少使用网络条例的问题真严重，有87%捌有社群惊吓的现象。还有2024年诈骗的总金额有甲372亿的台票，拢摆伫10大新闻事件内底。孤寂的长者则需要去留意是假冒机关猜猜我是谁假绑架型的这种诈骗。安怎为逐工拢咧发生的社会新闻事件内底来反思，建立周知的社会安全网，是政府甲社会大众拢需要做伙拍拼的目标。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甲台湾记忆体制作大厂合作，宣布讲因成功开发出新型高密度、高频宽的3D 动态随机存储的记忆体，效能是比传统的记忆体好真侪。自动驾驶车即马正夯，透过 AI 晶片快速运算，收集环境的资料，即时动作，避免发生意外。记忆体伫咧 AI 时代愈来愈重要，其中负责储存资料的随机存储记忆体软元件就真重要。国家实验研究院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甲台湾记忆体制造大厂合作，成功开发出新型的高密度、高频宽3D 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 3D DRAM， 比传统的记忆体有体积较小、频宽较宽、效能较低、耐用度较高的优点。希望把我们的记忆体跟我们的运算单元整合在同一颗晶片上面，不需要借由额外封装的技术，所以它可以更根本性的解决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高频宽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高频宽记忆体内面的传统记忆体，基本的组成单位是一个电晶体，再加一个电容。因为 3D DRAM 是由2粒的氧化铟锌钾电晶体串联而成。这种无电容的新型结构设计，会让记忆体寸数变更较小。改善进程，电容容易造成读写速度变慢、用电伤多的缺点。对记忆体使用来说，我就不需要频繁的去更新里面的资料，那耗能可以更低。要实施高频宽记忆体3D 堆叠技术，国研院半导体中心的基本技术，也有台湾记忆体制造大厂的专利制定技术，双方专利合作。将会大幅度减少制成的步骤，节省制作的时间，降低成本，创造双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土耳其私人结假酒的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33个人死亡。因为土耳其现任的穆斯林总统埃尔多安把酒税提悬70%，民众为着要省钱，就去向私人买酒，结果造成严重的伤亡。O kaç 35'lik mi? 570. 人客将这罐无到350毫升的威士忌摕起来看，问头家介绍，听到了，搁甲放回去。伫咧欧洲国家常常看到的拉克酒，伫咧土耳其卖介绍比人悬3倍。原本生产的成本是大票324块，而且加特别消费税，还有征达税，介绍变做大票900块，干那税金就要加70%。İnternet üzerinden etil alkol alıp, etanol alkol alıp kendileri yapmaya çalışıyorlar. Bunun da ayarını tutturamadıkları için de vatandaş zehirleniyor. 安卡拉当局讲，今年甲单全国因为啉假酒中毒死亡的案件超过100例，真侪消费者因为通膨、钱变薄，无在了买这么贵的酒，就家己叫酒来啉。Ya o tanıdığın yerden, güvendiğin yerden alıyorsun. Onda bir şey yok. Ya da dozunu kaçırmayacaksın, iyi ayarlayacaksın. Yani gramı gramına koyacaksın. 有人是买私酒来啉，也有可能啉到甲醇。Bir çocuk için, küçük bir çocuk için 20 ile 30 mililitre arasında metil alkol öldürücü bir dozdur.
啉假酒死亡的案件愈来愈多，警方伫咧包括伊斯坦堡甲安卡拉10几个省，查到几多万公升的私酒，加几多10台蒸馏机。官员也讲抓到几多个人，验过假酒疑犯正严重。全力反酒的穆斯林总统埃尔多安，伫进前就讲要进一步对汾酒扣税。专家加业者认为，酒的计销起价是因为货币波动、通膨严重，抑个税收愈来愈悬。即马酒贵，真侪民众就去买私酒，验过也付出啉了后身体无好的代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大学学测的成绩，今仔公布咯。大考中心嘛公布各科5票的标准哦。数学 A 是最近3档来上困难的，拢比去年哦减少1级分。满级分的人数嘛是6科上少的，其他5科的标准拢甲去年差不偌济。今年哦英文满级分的人数嘛上济。今年大学学测数学 A 考了，有高中老师甲考生认为是最近3年上困难。根据大考中心的统计，今年数学 A 5票甲113学年度来比，顶标、前标、均标、后标拢降1级分，底标维持。初步了解，非选择题的表现比去年就一丝丝啊。因为今年的数 A 的第19题、第20题的非选。它涉及的学习内容比较多，它需要跨单元的整合。数学 A 难度加悬，满级分1226个人，6科当中人数上少；英文3874个人，人数上济。社会科顶标、前标、均标、后标拢维持，不过满级分1762个人，比去年减500多人。因为社会也包括了历史、地理跟公民与社会，现在一时也没办法知道说哪一端，那今年成绩的表现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变化。大考中心表示，国考最近3个学年度5个标准接近维持稳定。也今年参加考试的人有121181个，是111学年度改制了后人数上济一届。毋是当届考生有15913个人，占13.13%，人数嘛是改制了后上济一届。相对来讲，它的重考人数有上升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一样不知道他们的动机。大考中心强调，无法度事先预期，毋是当届考生会安怎改变。也大学精选上济选4个科目，也毋过今年考生选课上济也是6个科目，而且最近3年逐年增加。再次强调，考试单位只要考生符合应考的资格，尊重自由选课的选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屏东的垦丁哦是真出名的风景区，也毋过当地人口一直在减少。乡村的总人口数上济是有36000人，也毋过最近这2档总人口数无到3万人。乡村的乡民代表会就提出讲，甲户口迁来乡村，会当有优先伫垦丁大街摆档的权利。来到垦丁佚佗，真侪游客说垦丁大街，林条早来钱条变成真侪摊商经济来源。虽然垦丁大街管委会统计，这几档摊商200多间，比上悬的时期减一半，但是民代发现真侪摊商拢只是来遮做生意，为着挽救恒春町当年一直下降的人口数，代表会提案摊商6000户籍，得当享受垦丁单位摆设顺位的优先权。户籍想迁来恒春，有办法迁来恒春。然后提升恒春镇的人口数的话，那就是说让他们进阶，直接跳到30%那边去，让他们优先去抽签这样。官方数字显示，垦丁大街所属的恒春町总人口数40几档前上悬36000多人，只要每一档减少4档前剩3万多，这2档即是降低到3万以下。对代表会的提案，定公数即是乐观其成。这个意见我们是尊重，我们会相辅相成的来提升这个开放自治条例的管理办法，以及增加人口数。洪硕表示，摊商立户籍当顺势增加人口数，伊嘛规划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带动人口迁入，希望当地总人口数会当重新转来3万人。公司新闻王丽婷、陈hen坤屏东报道。高雄轻铁环状线去年完成了，也毋过车祸是增加将近4成，上侪是汽机车无遵守交通标志哦。除了加强处理，捷运局伫去年底开始，伫人车侪大顺路2个车头路口哦，嘛加设地面的警示灯，轻铁要经过涂骹的电火就会倒，来提醒人甲车拢爱注意安全。
民众骑奥多摆伫大顺路要倒弯富民路，明明倒弯的车顶也未倒，伊也是共款弄过去。高雄近天去年拢总发生23件交通事故，比去年增加9件。亲像这种无遵照号志所造成的车祸占上侪，总共有10件。高雄市警局表示，伫近天沿路拢总负59个路口有设科技执法，呼吁民众唔通抢紧，避免违规接罚单。违规啦！不仅处以罚款以外，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20万以下的罚金。灯光闪示，警示声音响起，提醒车辆甲人轻铁要经过，唔通挖过来。因为正在高雄展览馆的路口试做这款安迪涂骹的电火，得到袂歹效果。这运局伫去年12月，佮选定大顺路2个路口来试做，若是效果好，拍算伫轻铁沿线的重要路口全面使用。伫较高违规，也是较接发生事故的路口，到时也增设号志。伊的目的就是讲，轻轨若是开过来时阵吼，暗时啊，伊涂骹顶个关起来，关起来时，不管是车还是讲人经过吼，一个晚间的提示会真明显。吼，阮即马伫个大顺路的富民路，佮博爱路这2个路口，先来做新设。阮预计吼，是伫个半年内底做评估。该写的嘛拢写，该出现的嘛拢出现啦，对，无该出现嘛出现啦。所以我感觉其实安尼就有够，因为顶管嘛其实有一块 LED 的灯板咧写禁止左转嘛，那其实。会看的就会看啦，未看的感觉未看。当地民众认为，交通号志唔管做偌济，重点是爱守规矩较重要。这个地面的警示电火暗时的效果确实真野目，不过对降低事故的发生率敢有效果，可能佫需要时间来验证。记者柯家珠、柯昭玉高雄采访报道。花莲一间专门咧提供身心障碍者职能训练的服务场哦，目前因的卵的库存量是阁有1万多粒，也毋过哦，可无通路通销，所以嘛公开呼吁民众哦，都要发挥爱心去甲因买鸡卵。花莲黎明红酒服务场的学员，甲一粒一粒的鸡卵摕起来，逐工透早拢爱用淡薄仔，甲鸡母拄生的鸡卵切互清气，了后搁爱去拼鸡条，挂木草来饲鸡。甲一般室内型职能训练无共款，这种模式是国内较少看户外型职能训练的场所。声音障碍者其实他在自然的环境，他的专注力、学习力可以更高，他的情绪行为可以更下降。所以我们发展这样子的职能培训，希望可以长久帮助他们未来能够有机会到社会上工作，能够自立一人。红州服务场过去这3年来，每礼拜提供2天免费职能训练，予10几个身心障碍者来遮做工课。唔但予这学员学到技能，嘛有收入。不只个最近鸡卵因为无通路卖袂了，新加了后累积到达已经有12000粒卵卖袂出去。我们现在每日在产量在1000到1100颗左右，那我们其实每日都会进行安排出货，所以我们虽然有库存，但都还是非常新鲜的单，非常期待大家给予我们支持跟订购。服务场强调讲，这个品质好的鸡卵，因为并不是用水洗的，所以袂去伤到卵壳外口天然保护的膜仔。那冰冰箱会当保存1个月，希望外界会当到3天来买，或者身心障碍者因做工课的成果会当有机会互肯定。公司新闻花莲报道。逐当的2礼拜和平纪念日哦，台中拢会办以转型正义做主题的自由路上艺术节。今年因为国家人权馆的补助款，互立法院冻结体检，4月初7言论自由日的大型音乐节已经宣布被取消了。今年第228和平纪念日前后，各地关注转型正义甲人权的民间团体，也是博物馆拢会办相关的活动。亲像台中自2019年到今，由民间团体举办已经第7年的自由路上艺术节。今年因为国家人权博物馆有宣布立法院冻结体检，所以民团申请未到经费补助，宣布音乐节也有钱的部分要取消。那这个大型的活动就是为了纪念郑南榕先生。为咱台湾争取100%的言论自由，啊，毋过今年就因为安尼无法度办啊。民团表示，因为政府的补助占1/3的经费，相关的活动各部将要缩减，但是还是会透过讲座和展览等等的方式继续进行。另外，128国家纪念馆最近嘛正在办相关的活动，要透过多元的行动促进社会和解甲转型正义。不过，纪念馆表示，因的预算主要来自内政部，今年防冻结和体检的预算超过1半。那场馆经营亲像校园推广和国际交流等等嘛受到真大影响。长期以来对人权的关注这个团体，其实应该是一个 partner 的关系嘛。政府嘛需要有人在地方上、在地上
迄人权做就要拍拼。伊若讲同山30%，是咪等于是讲啥物代志拢免做啊？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伫咧帮助民间团体的部分，有30万已经互体检，另外有300万要搁互冻结，造成民间团体来申请经费，目前也无法度核准。山跟洞的话，那我们所余的钱所可以自用的预算剩192万。那我们看看今年团体他来申请的总共有68个案子，他们申请的总预算大概差不多就有2000多万，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状况，我们就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来审他们的案子。国家人权馆表示，针对目前互立法院冻结的补助款预算，当地积极处理争取该度冻结，希望互各地转型正义相关活动，也是艺术表演通顺利进行。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为着鼓励身心障碍者的街头艺人台北市劳工局今年开始一个月要补助因2000块的交通服装等费用。也毋过有街头的艺人是反映讲，因为要表演，就拢爱先向市政府去登记，因拢抢袂赢人。望讲市政府买当来保障因有所在通表演。这首思念爸母单是林家己写给妈妈的歌曲。伊讲，国中的一条伊歌造成伊目睭看无。一个人对屏东去到台中的特殊学校独立过生活，这款孤单，互伊开始练吉他。如今正做一个街头艺人。我们写歌曲的时候，通常最会想起的就是妈妈。妈妈交代的话啦，妈妈呢，对我们的好啊之类的。为着要帮助甲林家己同款就是身心障碍街头艺人，台北市劳动局对今年开始一个月补助2000块的表演费。林家己对这项补助感觉真大心，不过伊认为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是确保因有表演的场所。有一些场地它都是。比如说有公园，对不对？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它可以让街头艺人来表演。不过它都是用抢灯的方式，就上网路去抢灯。那这个对视障朋友来讲很难。的确，事实上我有很多视障朋友来跟我们反映，如果再增加相关的场地，这个部分也可以请文化局来做一个思考。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自己内部可能也会。未来可能也在考量说有没有其他场地的开放。因为街头艺人的表演场所有限，热门的所在拢真手持。对此，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确实有真侪视障者向因反映这个问题。劳动局除了会持续和文化局讨论，希望未来会当增加表演场所，提供视障的朋友一个友善的表演环境。记者戴阿轩、柯敏哲台北报道。现代人生活压力真大，克罗埃西亚就有一间笑声博物馆，规划8个活动区包括噪音的卡拉 OK、扮演表演的选手，望讲大家来到这会当大声笑出来，来消除压力。开关试落去了，顶头会喷白烟落来，互你无烦无恼。国行入来即间内面规个拢是大型洗衫机的房间，亲像电影《巧克力冒险工厂》内面的主角同款，自流浪落去，一个名叫做“生命离心机”的流浪，互你跋落去一个规个拢是白球的球池，开始行向快乐的旅程。U današnje vrijeme kad nas obasipaju tako lošim vijestima i nije neko vrijeme. I događa se svašta, tako kada ovdje uđeš, nekako kada uđeš u djetinjstvo, kao da si rasterećen od svih nekih problema, izađeš sretan, ne trebate plaćati psihologa ako ste češće ovdje. 克罗埃西亚的首都扎格雷布这间新的开心博物馆，名叫做哈哈厝笑声博物馆。创办人格鲁比奇讲，伊是伫疫情期间想着要去这间博物馆，因为迄当阵真侪人心情歹、郁卒、孤单。Da su svi dosta se otuđili jedni od drugih, malo onako potonuli, općenito energetski otuđili se i nekako postali tužni. Javila mi se potreba u sebi da širim radost i da bi ljudi trebali se malo dići i postati sretni i radosni. 博物馆内面有8个活动区，其中这个树林歌合唱团由好代的歌唱热门歌曲，互人笑嗨嗨。想要唱歌的人去卡拉 OK 包厢，不过麦克真特别，你唱歌时阵是怪声怪调，还有日本小演场，和游客穿碰晒晒以领领的衫去你顶头小演。Čovjek mora se nasmijati. To je lijek za dušu, gospođo. Obrambeni mehanizam čovjeka drži negdje nekako čvrstim i jakim, spremnim da se
rješavaju nekakvi problemi koji hoćete, nećete, moraju doći. 心理醫生也講，若開一場藥單，叫患者逐工笑3點鐘，而且真正有照會做，一定就有正好的效果。公司新聞鄭偉林報道。下晡報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1度。中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2度。南部地區上低18度，上懸23度。東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1度。華東地區上低11度，上懸17度。咱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